欢迎收听1月30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大家平安，新年快乐。今天要继续来分享以斯帖记3章12到13节。而在我们今天分享当中呢，真的是要讲到律法有情义。律法制定背后是为了公义，是为了带来益处，是为了促进和平，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在今天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从2023年开始，台湾政策有许多的更新，特别5大新制上路咯，包括了有劳工的薪制、最低时薪还有最低的这个月薪，还有民法的新制，还有环保的新制，以及国民法官的新制，以及一些民生相关条文的新制，一些更新其中的内容呢，都跟人民日常生活有关系很直接的讲，就是跟我们的荷包有关系，也关心在人民各方面的权益。当然这个内容呢，有一些是年龄的调整，那有一些是一个相关的补助，这当中也带来了一些争议。但很重要的是，这些法律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今天的经文从12节到13节，短短的2节，我们看见这法律的内容，哇，真的是很担心如果我们是活在当时的时候，正月13日，哈曼就召王的书记来，要他们发出通告。什么样的通告呢？而且要用当时王国境内各省各族所通用的语文把它写下来发送给所有的省长、总督官员。这通告是以王的名义颁布的，盖有王的戒指印。但是我们都知道，王其实是有点半蒙在鼓里的状态。而送信的人呢，把通告发送到王国的各省去，下令要在亚达月13日这一天，把所有的犹太人，不管男女老幼，都杀光灭尽，绝不留情，并且要没收他们的财物。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哇，亚哈随鲁王相挺这个哈曼颁布谕旨只是为了在某一天，未来的某一天，亚达月13日要来杀灭犹太人，而且还开放他们呢，这样子把他的财产充公甚至让他们可以去抢夺他们的财产。这样的法律有公义吗？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会捏一把冷汗人的心为自己的益处，为了私欲，甚至为了自己的爱恨情仇，竟然可以从一个人、2个人的事变成民族的事，甚至推高到一个程度到国家的事。然而其中真的没有这么的严重到需要这样做。而当这样做的时候，在上主的眼中，这是有公义的吗？在今天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想到，当这群犹太人在新约的时候，有一次面对到耶稣，然后想要问他，可能是想要挑战他，问他说，在这么多我们现在现行遵守的属上帝子民的律法中，哪一条是最重要的？而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他回应他们，也是我们今天祷告 RPG 的经文，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这里他回答他们，律法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也可能是以此为开头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你要全心全情全意爱主你的上帝。耶稣说这是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诫命。而第2条也一样重要，就是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当这群挑战耶稣的人听到这里的时候，想说到底哪一个是要遵守是最重要的时候，就耶稣的回答真的是提高他们的眼界，提高他们的声量，更看见律法那背后要人遵行的目的跟原因，是因为要让人跟上帝、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阻隔，没有障碍，没有那些交恶，没有那些仇恨。而在这个回答之后，耶稣还多讲了一句话，说摩西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都是以这2条诫命为根据的。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律法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恳求主怜悯跟饶恕，特别有一些人，或许我们是那执政掌权者，或许我们是那遵行跟随的人，无论大小事，再次的让我们来思想，在遵行或制定规范的时候，谁或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概念，什么样子的一个信念是影响我最多的关键。我是根据什么来决定我的行动？是根据我的利益吗？是根据我的害怕吗？是根据我的担忧跟愁烦吗？所以我这样制定规范吗？恳求主光照我们的心，律法的背后是带着上帝他的情与义，他对人的爱以及他的公义要行在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上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你制定律法是要人与你没有阻隔，是要人与你有那和谐美好的关系，更是要人经历到属你子民百姓的一切好处。主啊，你也更是要人在遵行的当中与人之间有美好的关系，这是你设立律法的原因。但主，我们真要说，我们活在一个不完全的时代，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条例上得罪了你，因为我们可能不相信，或是我们不认识你。但这个时候，主，我们要向你来祷告，恳求主来保守，特别在2023年，我们要为我们的执政掌权者，这些有权柄能够制定规范的人来祷告，求主来赐福，让他们有从你来的智慧，有从你来的心肠，也有从你来的行动，让他们所做的一切是合乎主你公义的指标，是合乎主你怜悯的心肠，是合乎主你那带来慈爱的行动。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将今年一整年，主，我们要定义遵行你的心意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寻求。主，我也相信你已经赐福我们，当我们行在其间的时候。谢谢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多，如此的大，并且是用你的爱，以你的公义来带领我们遵行在你的律法中。我们向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很开心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上主在他律法中的情与义要与你共享，我们一起来经历在遵行当中一切的美好。我是思倩牧师，我们明天见。